那上一堂课呢，我们讲述的内容呢，那有一个内容就是讲到第99页的最后一行。那讲到呢，此秩序派所安立者，若以应成派观之，则彼执所迫之心犹觉太初，仍非最细之具身实之。那这句话显示出什么呢？因为在宗大师尚未出世之前呢，就是在宗大师以前的这些藏系的学者呢，他们是认为说，因为秩序派和应成派呢，皆是属于中观派的缘故。那既然都是中观派的缘故，所以他们两派呢所承许的所迫呢，并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呢，我们从这句话呢，就可以了解到说呢，此秩序派所安立者，就是上一句所讲到呢，不知为由自心显现真上安立，直为诸法自体实耳。这种所迫呢，是秩序派所安立的，但是这个所迫呢，对于应成派来讲的话呢，他认为说秩序派他执所迫的这个心呢，他认为太初并非是最细的这种具身实质。所以从这句话呢，就间接的显示出了说，前期的这些西藏的这些智者们呢，他们认为说秩序派还有应成派呢所承许的所迫呢是一样的，这一点呢，就间接呢破释了。那上一堂课呢，我们讲述的重点呢，就提到说，就是以秩序派来说呢，有6种所迫；那以应成派来说呢，有10种所迫，就是我们讲的第10成立、生意成立、真实成立、于生意中成立、于法性中成立，还有于究竟中成立呢。这6者呢，对于秩序派来说呢是所迫，所以他不承许呢这6者的存在。但是呢，秩序派呢承许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自相成立，还有于境自方成立呢，这4者呢，对于秩序派来说呢，它是承许的，因为它承许这4者呢是存在的。但是与应成派来说呢，前面所讲述的这10种呢，全部对于应成派来说呢都是所迫。所以以秩序派来说的呢，秩序派以下呢全部承许就是后面4种。那以唯识宗来说的话呢，唯识宗以下呢全部承许前面所讲的6种。那虽然是说他们都承许说前面所讲述的6种，但是对于经部宗还有唯识宗来说呢，他们承许的这一种角度呢又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呢，人们觉得他做解释的时候呢，他会把类似的就是意思一样的呢放在一起做解释。那这边呢，我们就看到第100页的第二行的最后面，就是说了知唯由内心真上安立为有。那我们可以直接讲述到说，就是了解到说呢，唯由内心之力呢把它安立为有。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由心安立为有。第一个呢是唯由内心安立为有，那第二个呢是由心安立为是那个唯有口字的那个为。我再讲一次哦，第一个呢是讲到说唯由内心之力安立为有，那第二个呢是内心安立为有，那这个为呢是口字的那个为，就是唯由内心安立的那个为字，内心安立为有。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名言安立，为分别心安立。第三个是为分别心安立。第四个呢就是中文也是翻成为分别心安立，就是大家能够把这些差别呢写下来会比较好。那第五个呢是由分别心之力安立，唯由分别心之力安立。那第六个呢是由名言安立，唯由名言安立。那第七个呢是为名安立。那在明示论里面呢，现光专的解释明示论里面呢，又有讲到说由名和言安立。第八个是由名和言安立。
那就是以秩序派还有应成派来说呢，就是上述所讲述的8种的意识呢，都是一样的。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唯由心之力安立。那第二个呢，就是内心安立为有。第三个呢，就是为分别心安立。那第四个呢，也是为分别心安立。那第五个呢，就是唯由分别心之力安立。那第六个呢，是唯由名言安立。第七个呢是为名安立，第八个呢是由名和言安立，第九个，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为由心安立。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是这里所讲的9个呢，这9种就是在中观的论点里面呢，这我们看的印度祖师所讲述的论点里面呢，就是常常会用到这9个词，但是这9个名词呢，所代表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以秩序派来解释的话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就是唯由心之力安立。那这个唯字为什么要唯由心之力安立的意思呢？它最主要这个唯字呢，就是去除掉一切法呢，皆不是地识所成立的，所以讲到说唯由心之力安立。那同样的呢，内心安立唯有，这个唯字呢，讲到说有的存在的方式呢，它也是唯有心去安立之外呢，没有地识成立的这一分。那同样第3跟第4的讲到说唯分别心安立也是一样的，它的唯字呢，全部都是为了去除掉地识成立。那第5个呢，唯由分别心之力安立也是一样。第6个呢，唯由名言安立也是一样。那第7个呢，为名言安立的唯字呢也是一样。那第8个呢，由名和言安立的时候，就表示说一切的法呢，它全部就是透由名还有言二者去安立之外呢，没有任何从境那一方不共的成立，或者说没有一法它是透由地识所成立的，所以讲到由名和言安立，所以他们所代表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所以之后呢，如果大家在阅读中观的论点，或者说去听有其他的不同的善知识呢，在讲述中观的内容的时候，那可能大家所用的这些名称呢都会不一样，就可能有的人说会讲到说唯由心之力呢去安立，有人会讲到说呢就是为分别心去安立，有人讲到说为名言安立。那无论说他是用哪一种文句呢去表达，那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以上所讲述的9种呢，它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它所谓的唯字呢，就是要去除掉地识成立的。我们刚刚所讲到所破的6个的意思呢，它所要破的呢，就是破除那6种所破。它的意思呢，全部都是一样的。不要说听了之后就说哇，这么多的名词，好像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在破什么，哪一个是在讲什么。那其实呢，它所讲的意思呢都是一样。所谓的唯字呢，它最主要遮止呢，就是遮止地识成立等前面所讲到的6个所破。那所以这边所用的这些，即使所用的名相不一样呢，但是它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因为呢，我们在讲述到这些名词的时候呢，最主要就讲到说，它的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要遮止掉所破，所以它所遮止的东西呢，都是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它所遮止的东西不一样的话呢，那它每一句所代表的意思呢，都会各有不同。但是因为它每一句话呢，它的为字呢所遮止的呢，都是一样的所破的缘故，所以它所代表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就是上述呢，就是之前上一堂课我们所讲的6个所破呢，就是大家呢都一定要将它记录下来。同样的呢，我们讲完秩序派的6种所破之后呢，又讲了说4种呢他们所成立的这一种有法，就是只要是有的话呢，都是成立的。这4种呢，大家一定要写下来。以及今天所讲的呢，就是10种。那第10个呢，就是出自于中科八大师的正理海里面呢，还有讲到一个呢，就是这个用中文翻其实意思也差不多，他是提到说为透由名字呢，就是光用名字呢，然后去安立，光应该怎么讲？唯由名所安立，应该说仅为名所安立，仅为名所安立。最后一个呢，就是
仅为民所安立呢，那这个呢，尊者在讲法的时候呢，也会常常的讲到，那乃至于尊者在引用像是佛护论等等印度的论点的时候呢，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呢，会提到这个词，就是仅为民所安立。福生大师呢，还有像是法从大师呢，就是虽然说他们两位呢，就是在讲解的时候呢有一点不同，但是呢在意识上呢是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先以这10种呢都是同义的角度呢来做解释，就是以秩序派而言，就是一切他们两位呢，就是有一位呢他是承许说，只要是秩序派的呢，他就承许说一切法呢就是唯由心之力安立，那一切法呢都是唯心安立为有，那一切法呢也是唯分别心安立。那总之呢，现在我们解释的方式呢，是以这10种呢完全同义的角度之下呢，然后来做解释。因为呢，在无论是像在民事论里面，或者说像是在善显正理海里面呢，那所引用的这些印度祖师的文章呢，就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都会出现这些名词。所以现在是以这10种呢，完全都是同义的角度之下呢来做解释。同样的呢，我们刚刚讲述到的秩序派认为一切法呢都是上述10种呢都是一样的，一切法呢是唯由心之力安立，一切法呢是唯心安立为有，一切法呢也是为分别心安立，一切法呢为分别心之力安立，一切法呢为名言安立，一切法为名安立，一切法由名和言安立，一切法为由心安立，一切法仅为名所安立。那这些呢，秩序派程序他们都是同意的，因为他所要遮止的呢，就是遮止掉一切法呢是第10成立，就是前面6种的这个缘故呢，所以他所代表的都是意思是一样的。同样的呢，应成派也是承许呢，一切法呢都是如上述10种所说，都是唯由心所安立，一直到仅为名所安立，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呢是不同的。我们讲到说呢，秩序派还有应成派呢，都是承许呢上述10种名言。那他们在解释的时候呢，除了解释上面有不同之外呢，那实际上呢，他们都是承许的。那我们刚刚所讲到呢，秩序派他讲到了说，唯由心之力安立呢，和一直到仅为名所安立这10种呢，它的为字呢，最主要呢所要断除的呢，就是第10等6种。就是他所认为的所破。但是以应成派来说呢，他除了上述的6种之外呢，他最主要遮止的呢，就是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自相成立，还有尽自方成立这4者。因为以应成派来说呢，前面6种第10成立呢，一直到尽自方成立这10者呢，他们的意思呢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说，因为应成派你只要遮止了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自相成立，还有尽自方成立之后呢，你只要遮止后面4种之后呢，前面6种它自然就会遮止掉了。所以以应成派来说呢，他把这10种呢全部都是认为是这个为字的这个所要断除的。但是秩序派呢只认为说这个为字呢，它只断除了就是第10成立一直到于究竟中成立这6种而已，它没有办法成语说唯由心安立的这个为字呢可以遮止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自相成立，还有尽自方成立这4者呢，这是秩序派呢所不承许的。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呢，像是以秩序派还有应成派来说呢，虽然说他们呢都承许说上面10种，就是唯由心之力安立呢，一直到仅为名言所安立这10种名词、这10种名相呢，他们全部呢都是承许的，也承许说一切法呢就是唯由心之力安立，一直到一切法呢都是仅为名所安立，这10者是他们全部都承许的。但是呢，他们的差别最主要呢，就是在于说，这个为字呢，它所要遮止的呢，对于秩序派来说，它只能遮止掉第10成立一直到于究竟中成立等6种所破之外呢，它无法遮止自性成立到尽自方成立呢这4种。因为呢，对于秩序派来说呢，自性成立一直到尽自方成立这4种呢是有的，它是存在的，所以它是没有办法被遮止掉的。但是以应成派来说呢，从第10成立一直到最后尽自方成立这10种呢，对应成派来说都是所破，所以它的为字呢是将这10个所破呢全部都遮止掉。那以所有的经论来说呢，就是以中观的这些经论来说呢，就是应成派呢，他承许我们所讲的这10种名言，就是唯由心之安立，一直到仅为名
仅为民所安立呢，这10种呢，对于应成派来说呢，都是存在的。就是应成派程序说1到10，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这10个名相呢，它全部都是同义的意思。那对于秩序派呢，就是有些祖师呢，他因为说对于各个名相的解释呢，稍有不同的缘故，所以秩序派不一定会承许说前面的10种都有，就是有的程序说秩序派是程序一切法呢都是刚刚所讲的10种名言，那有的并不程序，但是最主要呢要告诉我们的意思，为字呢最主要就是遮止所破，那秩序派所遮的所破呢，就是我们上堂课所讲到的前面6个。那以应成派来说呢，上堂课所讲的10种呢，对应成派来说通通都是所破，都是所要遮止的。我们这边呢是从哪里开始做引申的呢？就是从第100页的第2行开始，就是想要说唯由内心真上安立为有，就是唯由内心之力安立为有，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因为这个名言的缘故呢，所以解释说了说还有和他同义的10种的名言。那所以这边呢我们就要了解到说，从这里呢，因为都讲到这个为字，那这个为字的意思呢，秩序派和应成派呢，它所遮止的呢是不同的。所以呢，如果说他们两派呢，把这个名言所认为的这个为字呢，所遮止的所破全部都是一样的话呢，那照理说应成所遮止的，还有秩序所遮止的呢，是完全一样的话，那他们两个呢所承许的空性，这两派所承许的空性呢，就会变得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变成说秩序派呢，他也要承许说一切法呢都是自相不成立的。但是这个对秩序派来说呢，他是没有办法承许的，因为他最基础呢就是承许说一切法呢，诸法呢皆是自相成立。所以由这一句话呢，显示出了说秩序以及应成派呢，他在讲述这个唯由内心之力安立为有的这个为字呢，所要遮止的这个所破的差别。同样的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所遮止的呢，应成派在讲述所遮止的时候呢，他还有加上一个就是寻找这个假有义之后呢，寻找得到的这一点呢，也是该被遮止的，就表示应成呢，他不承许说我们去寻找这个就是去寻找这个假有义之后呢，是能够寻找得到的这一点。那这个呢，也是应成派呢他所要去遮止的，因为秩序以下呢，全部都承许呢，就是这个，然后这个假有呢，这个假有的意义呢，他在寻找之后呢，是可以找寻得到的。但是对于以应成派来说呢，他并不认为说一切法就是这个假有义，或者说我们所讲的就是施设。这个施设义呢，在寻找之后呢，是找寻不到的。那因为秩序派以下，他都认为说，我们最后呢，这个施设义呢，在寻找之后呢，一定要找得到，因为寻找得到的缘故呢，所以诸法呢皆是自相成立的。他们是以这一点呢去成立自相成立的原因。但是应成派他会认为说，我们所有的诸法呢，它的施设义在找寻之后是无法找到的缘故呢，所以仅为名言安立的这个为字呢，是遮止掉，就是说在寻找假有义之后呢，能够找寻得到的这一点。那这个呢，也是造成了说应成派和应成以下的中义师呢最大的差别。那这边呢，就是先解释一下呢，就是人们现在讲述到说什么叫做施设义。施设义呢，就是我们所安立的，就是以藏文来说呢，就是我们透由名字呢，或者说声音呢，去安立的时候呢，那这个安立后呢，这个安立的这个东西，它的意思呢是什么？它所安立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就以一般呢，我们来说，就像我看到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开始呢，在为这个东西命名的时候呢，就是能全身呢把这个东西呢命名为瓶子。从此之后呢，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名字，它的名字呢叫做瓶子。然后我们分别心去执持的时候呢，也同样看到这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执持为是瓶子。那施设义的时候呢，就比方说我们在寻找这个瓶子的时候呢，我们会找寻不到，就是这个瓶子呢，我们如果好好的去分析之后呢，那瓶子到底什么是瓶子呢？你透由瓶子的口、瓶子的手把，那瓶子怎么讲？瓶子的尾端，那我们一个一个呢去寻找的时候呢，发现这些呢都是瓶子，所以最后寻找之后会发现说瓶子呢是找寻不到的，所以这个就
讲到说我施设意呢在找寻之后呢是寻找不到的。那这个呢是说，这个呢是应成派呢他在解释呢，就是说为什么在寻找之后呢会找寻不到。这边呢就问到说，那能不能说呢施设意呢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找不到。那这里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呢，以应成派来说呢，不能够说因为我去寻找之后，这个施设意寻找之后，所以这个施设意呢是不存在，并不是用这种方式去理解的。就像是我们去寻找瓶子的时候呢，最后找不到呢是找不到什么？找不到就是说瓶子呢它是唯由镜上所安立，它是为镜上而有的，这一点我们是找不到的，但并不是说找不到瓶子这个东西。因为如果说虽然说呢最后是寻找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在名言之上呢还是可以安立。这就是应成派呢他在安立诸法的时候呢，他会安立到说诸法为名言所安立。为什么？因为你施设意找寻不到，但是你不能因为说这个施设意找寻不到呢，是指说瓶子是在瓶子那一方为那一方独立而有的这一点找不到之外，并不是说瓶子它完全不存在，这是两种不同的意思。所以应成派他承许说诸法呢它是施设意找寻施设意之后呢找寻不到，但是并不能说瓶子是不存在的，因为瓶子还是可以由名言呢去安立的。那这个呢对于说秩序派以下来说的话呢，那秩序派以下他就承许说施设意呢在寻找之后呢是要找寻得到的。因为如果施设意在寻找之后找寻不到，像是瓶子，如果我们找到最后找不到一个东西能够来安立为瓶子的话呢，那瓶子呢它就会变成志向不成立。那如果瓶子志向不成立的话呢，就表示瓶子不存在。所以对于应成派来说呢，这个施设意呢它是虽然说我们只从名字上去看说寻找之后找寻不到，会误以为说瓶子找不到之后瓶子就不存在，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一法你透由瓶子它各个支分呢去寻找之后呢，你是找不到一个瓶子的。它不是由镜上，它不是在镜上那一方而成立的，最主要是透由我们的分别心去安立的。所以虽然说呢我们在镜的那一方呢是找不到，但是对于瓶子的存在呢并不会有任何的相违。但是秩序派以下呢就承许说这个寻找之后呢是要找寻得到，不然呢就会有上述的过失，它就变成志向不存在，志方不存在，那导致于说呢瓶子呢都不存在，那变成是一切法呢都不存在了。所以这是最主要是在宗义上的一些差别。所以同样的呢，在中观的论点做解释的时候呢，是以马车呢来做譬喻，就是说我们去寻找马车的时候呢，你去寻找每一个马车的支分之后呢，你是寻找不到马车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安立马车。那以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以公车来说的话，就是你从公车的窗户去寻找之后，你是找不到公车的，乃至于说从公车的轮子，从公车的底盘，或者说从公车的车顶，或者说从公车的底部呢，你从每一个公车的支分呢去寻找之后，你是找不到公车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的施设意在找寻之后呢是寻找不到的。但是呢我们能这样就因此说公车是不存在的吗？并不会。因为呢把这些支分呢，就是这些支分它聚在一起之后呢，我们把它可以安立为公车，所以这个时候呢公车还是存在的。同样的呢，我们以补特伽罗来说的话呢，补特伽罗呢是安立在五蕴之上，但是你一个一个运体去寻找的时候，你也是找不到补特伽罗的。但是你把这个运体聚合起来之后呢，你还是可以在这之上安立出一个补特伽罗。所以就是以这个呢来做譬喻。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善显密意书正文的部分。那接着呢，我们上一堂课所讲述的内容呢，往下做解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100页的第3行，那讲到说呢，此复是许由无正量为汉之心真上安立者，乃名言有。那这里呢就讲述到说，我们之前讲到说呢，诸法的安立呢，它是由无损害事显现安立的。那这个无损害事呢是如何的去安立呢？这个无损害事我们该怎么去安立它呢？
我们在无损害知讲到说，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把一切的了知呢分为分别知和无分别知，所以同样的呢，无损害知呢，如果你从分别知去理解的话呢，什么是分别知的无损害知呢？那分别知的无损害知就是它与单着性呢不错乱。那只要是与单着性不错乱呢，与分别知来说，它就是无损害知。那对于非分别知来说的话呢，它就是在显现境上呢不错乱的话呢，那就是对于无分别知来说的话呢，它就是无损害知。所以这边呢，就是最主要是讲到说，我们讲到说，因为我们在安利所破的时候是讲到说，非有无损害知显现安利的缘故，所以呢，这边讲到说，那既然所破是由非无损害知，非由无损害知显现安利，那就表示说，诸法要安利的时候是要透由无损害知去安利的。那这个无损害知呢，到底是哪一种了知呢？那所以这边呢，就讲述到说，我们要了解到呢，由无正量为汉之心呢，透由这种心之力呢，去安利的呢，才叫做名言。非许凡由心真上安利者，一切皆是名言中有。就讲到说呢，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在安利有的时候呢，是要透由无损害事，就这边所讲的，它是要是一个正量，然后无危害的这种了知去安利的呢，才叫做名言有，而不是程许说呢，只要透由你的心呢去安利的话呢，那一切呢都是名言而有。那当然说这句话呢，在辩论上面呢是会有一些就是字义上的过失，因为假如说唯由心，就是我们光从这个字上面说唯由，我们讲说真上是由心的力量去安利嘛，唯由心之力去安利。你透由心之力去安利的话呢，就表示说心去安利的话呢，它就一定是存在的啊。因为你心去安利，心怎么去安利这一法，就表示心它能够证得这一法，才叫做心去安利。你这样说一切法皆由心去安利的话呢，那就表示说这个心的这个字体，我们讲的心它本身。心本身就是我们讲的总相的这个心，总相的这个心，它能够去证得的话，就表示说它能够安利。所以去辩论上呢，它是有一些词义上的过失。那这个呢，像在了不了义的时候呢，它就会有这一方面的辩论。但是我们这边呢，最主要是从意识上呢去了解。所以这边讲说呢，并不是呢透由心呢去安利的话呢，就表示说它是存在的。比如我们讲简单，就比如说透由任何了知去安利，任何了知只要是安利，能够安利的就表示存在，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呢，这边最主要呢，就是告诉到我们，非许由心真上安利者，一切皆是名言中有。它最主要意思就是说，并不是提到说任何了知呢，它能够安利的话呢，就能够承许呢，它是名言有的。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到说，只要是名言有呢，它就是存在，它就是要有的，它就是要存在的。所以讲到说，并不是任何了知去安利之后呢，都能够把这一法呢称之为是有的。就比如说呢，我们在讲说直识兔角的分别知，那直识兔角的分别知呢，它安利了兔子角，但是兔子角是成立的吗？你不能说因为兔子角是成立的啊，因为有一个能够安利兔子角的了知，就像这边所讲的，就是有一个由心去安利的，它是有个分别心去安利的。既然有分别心去安利，所以它就是存在的，所以不能够这样子去解释。所以乃至于说呢，因为我们讲到说为什么呢？因为直识兔子角的这个分别知呢，它对于它的单着境已经错乱了。因为兔子角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它的单着境本身已经错乱，所以直识兔子角的分别知呢，它并不是无损害心。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述说蓝色雪山的显现蓝色雪山的这个眼知，它同样也安利了蓝色的雪山。为什么？因为它看到了蓝色的雪山，但是这个显现蓝色雪山的眼知呢，它也不是无损害事。为什么？因为它与自己的显现境呢已经错乱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任何了知去安利呢，就表示这一法是存在的。那存在的法要如何去安利呢？就是第一句所讲的，要由正量。这边可能有点写错，要由正量无危害之心真上安利者，不是无正量危害之心，应该是说由正量无危害之心真上安利。那这样子讲呢，才是正确的。所以这边大家可以稍微改一下第4行的第2个字，由正量无危害之心真上安利者，乃名言有。所以这一句呢，最主要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呢，并不是说任何心呢去
安立之后呢，它就能够称之为是名言有，它就是存在着，并不是的。那当然我们刚才讲说，如果只从字面上来讲的话呢，那这个呢是有辩论的，因为你只要透由心呢，我们是讲的心就是总相的这个心，就是心它的繁体。心这个字体呢，它如果能够安立的话呢，那就比方说这些法一定是存在的嘛。所以这边要说，凡许非许，就是它并不成举说，凡由心真上安立者，一切皆是名言中有，会产生这样的辩论。但是我们了解到，他这边讲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说透由任何心去安立之后呢，这些呢就是存在的。那刚刚讲的这个辩论呢，像是在宗大师所著的《正理海》或是《了不了义》呢，都有相关的这个探讨。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做解释。那所以呢，在了解上述的这些内容之后呢，那接下来说，从种生芽，虽由心真上安立，然说芽体从种子生，亦不相违。那这里就讲述到说，我们之前一直提到说呢，秩序派呢，它承许说就是依法的成立呢，或者说存在的法呢，它要成立的时候呢，是透由心去安立，然后境呢，它本身也是要是存在的，就是心和境二者合合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安立这一法呢是存在的。所以从这边呢就来做解释，就讲到说呢，我们在讲到说从种子呢产生苗芽，那种子产生苗芽这件事情呢，除了说透由我们的心呢去安立之外呢，但是芽呢，它本身呢也是有能够产生种子的这个能力呢，这两点呢是不相违的。所以从这里呢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说，秩序派它是承许说你心去安立之外呢，它也承许说苗芽它本身的种子呢，它本身就能够长出苗芽这件事，它也是承许的。所以才说它承许说境和心二者是要合合的。那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是从种子呢产生苗芽。那虽然呢，我们可以由心之力呢去安立，但是呢，我们说芽体呢，就是芽的这个芽本身呢，它是从种子而生的这一点呢，亦不相违。那这边所讲述的是秩序派的观点。那如果是这句话我们用映成来讲解的话呢，从种生芽，虽由心之力安立，然说芽体从种子生，应当相违。就是应成派他就承许到了说，如果呢你讲说一切法呢皆是透由心之力去安立的话，那这个芽它本身就不可能有所谓的芽体，它不可能从苗芽，它本身就不可能说它从那一方成立。苗既然不可能从那一方成立的话呢，它如果是从它的那一方，如果是芽体是存在的话，它个体它如果是从它那一方是存在的话呢，它就不可能从种子而生。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就应当是相违的。那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哪里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讲述到的，上一堂课所讲到的应成派所承许的10种所破呢，他把这10种呢都承许出所破，但是呢，后世者呢，对于秩序派来说呢，后世者并不是所破，它是存在的，所以他才会讲述说，虽然呢透由心去安立，但是呢说苗芽呢从苗芽的个体它本身是从种子而生的这一点呢，也不会是相违的。那应成派来说的话呢，就是应当相违。所以呢，这边当应成派说呢，就是从种生芽是唯由心之力去安立，然说芽体从种子生呢，应当相违的时候呢，那秩序派他就会开始回答应成派说，哦，并不是的。我们虽然说我们两个呢都讲述说就是唯心所安立，但是呢，我讲的唯心所安立跟你所理解的唯心所安立是不一样的。你讲的唯心所安立呢，你的唯字是遮止掉了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自相成立这一些，你全部都遮止掉了。但是我并没有遮止这一些，我承许呢，就是一切法呢都是由心所安立。虽然说是由心所安立的，但是呢，种子它本身就具备能够生长苗芽的这个能力，我并不是遮止这一点。那我的为字是遮止什么呢？我所遮止的这个为字呢，是遮止掉说芽体呢，苗芽它从种子这件事情，种子呢能够生苗芽这件事情呢，是完全不关待心，只由境不共之上呢安立的这一点。我所遮止的是这一点，但是我并没有遮止掉说种子呢它能够生芽的这个生芽体的这个能力呢，我并不是遮止这一点。所以我们两个虽然都是讲说唯心所安立，但是我们所遮止的点呢是完全不同的。那应成派秩序派呢，他就会这样去回复应成派。
如果说你是这样子程序的话呢，那你用什么来做譬喻的呢？那这时候秩序派呢就会回答说，我也是有譬喻的。那譬喻是什么呢？就要说，如幻物质体亦变为相法，一切名言有法，皆当如是知。那秩序派呢就讲述到说呢，我的譬喻呢就是刚刚所讲述到的这个幻术喻。那这边所讲的呢，是以就是眼睛呢有涂了咒药的这个观众来说的话呢，那眼睛有涂咒药的这个观众呢，他眼睛因为呢涂了咒药的缘故呢，所以他的眼视呢是错乱的。除了他眼视是错乱的之外呢，本身呢就是所幻的这个事物的，就是幻物的这个字体，就是这些木头、还有石头、树叶等等呢，它本身呢，就是也有念咒之后呢，吹在它上面。然后同样，这个咒药师呢，他做了两个工作。他第一个呢，就是念咒之后呢，然后吹气在这些木头还有石头之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吹在这个咒物那个药上面，眼药之上，然后给观众涂了之后呢，那因为这个木头跟石头呢有咒的能力，同样呢，眼睛也被这个咒的能力所影响的缘故呢，所以在镜上。在他所看到的这个幻物呢，能够显现为相马，能够显现为相马呢，除了说本身这个幻物呢，就是木头还有石头等等呢，被下了咒之外呢，那同样眼睛也受了这个咒的影响，所以两者合合呢，这个眼睛涂了咒药的这个观众，他才能够看到相马。就如同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也承许呢，一切诸法的存在呢，要由我们的心去安立之外呢，我也承许种子呢本身就是能够生芽的，所以二者合合呢就能够成立，这一法呢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从上述呢，从种生芽，虽由心之力安立，然说芽体从种子生，亦不相违。如幻物质体，亦变为相马，一切名言有法，皆当如是知呢。就是这两个内容呢，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呢，就是秩序派还有应成派呢，他们对于说诸法的安立呢是有不同的。所以秩序派就讲到说呢，就如同我所举的这个譬喻一样呢，一切的名言有法呢，一切所存在的法呢，都是要透由心去安立之外呢，那境本身也是存在的。这两者合合之后呢，才能够安立。但是应成呢，只承许说为心所安立，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出秩序以及应成派呢两者最大的不同。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到下一句呢，讲到说就是即诸法性，亦能由见自体之心真上安立为有，故名言中有无不骗一切之事。那我们这边呢，先讲到说看到法性。那看到法性之后呢，我们现在理解到说有几个呢和法性呢是同义的词。那这个大家如果能记下来呢，也是很好的。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呢，法性呢就是空性。那第一个呢就法性，第二个空性，那第三个呢是缘成实，第四个圣义谛，第五个如来性，如来性，第六个正边，就是我们讲的正反的这个正，然后边是指边际的这个边。那第七个呢无量，第八个法界，第九个究竟实相，第10个呢就讲到说真实性，11呢讲到第10，那第12个呢究竟法界。这边呢就是讲到说，就是人界说他所想得到的几个，就是空性同义的这几个词，就有时候会用法性，有时候用空性，有时候用缘成实，有时候用圣义谛，然后有时候用如来性，并不是如来藏，是如来性。因为如来藏呢还有其他的解释，所以这边指的呢是如来性。那还有像是正边、无量、法界、究竟实相、真实性、谛实，还有究竟法界。那这些呢全部都是和空性呢同义的这些名相。那以上呢无论说像是秩序派还有应成派来说的话呢，这12个呢全部都是指空性的意思。那第7个我们想无量嘛，那后面加个字会比较好，就加个无量法界或是无量界。
稍微修改一下，就是第7个改成无量界，那12个呢改成究竟界，就是不用加法，只有第8个呢是法界，那第7个是无量界，第12个呢是究竟界。就是呢，虽然说每一个祖师呢，他在做个别不同的解释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上述所讲的12个呢，无论说是以秩序派，或者说以应成派来说，乃至说以唯识宗来说的话呢，他们通通呢，就是以上这12个呢，全部都是代表空性的意思。无论说你称它为法性，称它为空性，称它为缘成实、圣义谛等等呢，他们全部呢都是代表空性的意思。对于今天呢，就是上一堂课所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和第10同义的6首呢，就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记下来。那同样的呢，还有自性成立的4个呢，就是上一堂课讲到说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自相成立，然后还有呢，尽自方成立这4者。那我们今天又加上一个，就是找寻假有义之后呢，寻找的道。那这5个呢也是同义的。那除了上一堂课所讲的呢，这11个之外呢，那还有说我们今天所讲述到的，就是唯由心之力安立呢，和它同义的10个名相，那还有我们现在所讲到的呢，法性、空性，然后一直到究竟界呢，这12个和空性同义的名相呢，那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把它记下来，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些名相全部都记下来之后呢，那在学习中观的这些论点的时候呢，就会变得很容易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边。